喂喂，一二三，可以吗？这个要试吗？一二三，一二三，喂喂，一二三，OK。
感谢主，在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敬拜。现在，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关心教会事工。下周星期三到星期五为本会全职同工退休会。下周五晚上8点祷告会，欢迎兄姐参加。下周日是乐山日，乐山教养院张家芳院长将前来本会报告。本会将于9月18日前往宜兰传统艺术中心举办野外礼拜，欢迎兄姐参加。士林教会社教130周年系列活动，从士林到乐山，乐山教养院院生作品展将从8月21日在教育馆1楼、2楼开始展出，欢迎兄姐参加。平安，基督教信仰最奥秘、最令人振奋的就是复活。过去这2年多，因为疫情影响，我们戴着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做好防疫准备。但是呢，相对的，我们的心灵也消沉，也被无形的口罩束缚了。诗篇这么说：上帝啊，你叫我们遇到重大灾难，也要让我们再活过来。彼得也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的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此我们借着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聚会敬拜，父道平安，重新点燃心灵活力，将活泼盼望的彼此相爱带给这个世代。平安。2点补充报告，一个是明天8月15号有报名参加松年活动的兄姐，请记得9点半准时来参与。另外是礼拜五8月19号晚上祷告会是8点开始，请兄姐也踊跃参与。我们要来念今天的金句，是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到第2节，我们一起来念2次，请。希伯来书11章1到2节，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古人因着这信获得了赞许。希伯来书11章1到2节，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古人因着这信获得了赞许。让我们站立，一同来祷告。父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大有能力，你的名超乎万民之上，在你有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的权势。万膝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唯有你是主，唯有你配得一切的敬拜与尊崇。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怜悯与慈爱，我们得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你的带领，使我们能在你的教会中被建造与喂养，因你赐下的信心与恩典，使我们能够参与在传扬福音的工作当中。但是我们常有软弱，因着肉体心灵的疲乏，我们立志行善却行不出来。我们定义要跟随你，却又常常让自己陷在试探当中。愿你怜悯，也愿你赦免，并赐下够用的信心，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活出属你的样式，使我们的生命能活出你的心意。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从礼拜五开始的士林场短宣，有许多孩子来到当中。虽然因为疫情有些许的调整，但愿你的话语透过这些活动进到孩子们的生命里，也使同工透过这些服事，更多看见主你的带领。教会即将迈入130年，许多活动都在筹备中。愿你帮助，使我们在数算恩典的同时，也看见我们从你所领受的使命，陪伴那些在痛苦中的人。我们为着在身体软弱或心灵忧伤中的兄姐来代求，愿你医治与怜悯，也为着在国与国的冲突以及疫情影响中的人们祷告，愿你的平安进到他们心中，也使我们持续成为守望代祷的人。我们将今天的敬拜恭敬交托仰望，
求你高摩传道的口，使他奉你的名所宣讲的话语，让听者说者都得益处。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这时候一起用诗歌宣告：爱我们的主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手上的钉痕，让被寻找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入出来。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为我挪开。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荣耀归给主耶稣。主因着信，让我们有了盼望；因着信，让我们能够得着了新生命。主，让我们继续用诗歌来敬拜你。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神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死亡的渡口，你在哪里？坟墓不能胜过复活的能力。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万膝要跪拜，万头承认，耶稣基督世界的主。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的，主，我们相信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是高过你的，没有赐下别的名像你一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作王掌权，带给我们新的盼望。主，每一个早晨是复活的早晨，在这个复活早晨里，圣愿复活主与我们在这里一同相遇。求主带领我们今日的敬拜与全新的献上，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很久没有让大家一起分享哈，其实照道理来讲，我今天应该不要站讲台的哈，因为我们是这2天教会正在生活，就是那个小朋友的科学营。但昨天晚上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因为我们的营会当中呢有一个孩子确诊，所以我们非常临时的配合政府的一个防疫的规定哈，所以昨天很晚了。将近11点、12点，我们还在处理这个，不是取消哈，我们整个把营会往后移，要延到9月11号。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是有参加这次士林场科学营的孩子呢，我们的营会还没有结束，中场休息啊。我们到9月11号的时候呢，要来正式的完成这个营会，所以。我知道昨天晚上有很多的家长接到消息的时候说，孩子很期待今天要来，因为今天是第2天要准备领礼物哈。但是礼物没有不见哈，要等到9月11号发放这样。所以如果你们有认识的家庭呢，或者小朋友参加我们这次科学营的，希望他们9月11号，虽然那一个礼拜是中秋节连假，
但是最后一天的星期天早晨，我们会把这个科学营把它正式的完成哈，所以也请你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分享给这些参与的家庭。我今天题目叫不再错过哈，是跟着我们教会经课表的这个安排在走的。如果上个礼拜你还有印象，牧师的这个信息，上个礼拜的信息提到，我们的生命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并且带着警醒的信心，每天要预备妥当。关于思念上面的事呢，耶稣提醒我们，不只要预备妥当，更要积极面对并做出选择，也就是面对上帝国度的邀请。耶稣来说，日子近了，当悔改，信福音。对于上帝国的邀请，我们不会只是在选择去做这件事情上面是有选择。当我们选择不去有所作为的时候，其实那也是一个选择。所以我们若从上周信息牧师的信息看到的话，他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作为管家，我们就是要有忠心，要有良善，要有见识，还要警醒，知道我们自己会有不足，有时候会做错事，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常常的反省。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很多的时候借着祷告来警醒，以免我们进入了迷惑。然后最后，我在上个礼拜牧师的信息提醒我们，当主耶稣说他要再来的时候，他提到是我们必须要准备妥当，也就是有一天我们都会到上帝面前来交账。但是呢，那位呼召人预备自己来迎接主，那个呼召呢，不只是邀请上主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更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生活的每一天遇见这位主上帝。而预备好的人，最后会获得上主最大的奖赏。所以上个礼拜的信息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在于我们要成为一个用信心来预备的人，用信心来做好各种的准备。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金句一样，信就是所盼望之事，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部分。那这个礼拜经课表呢，跟着进度，我们要读到的是路加福音12章54到59节。所以这时候我们先请仲宣执事来带我们读这段经文，这两段经文。第5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哪，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这两段经文，我不晓得大家读完了以后的感受是什么哈。同工在准备诗歌的时候，一直问我说：“V 姐，这个经文跟不再错过有什么关系？”回到我们刚刚回顾上个礼拜牧师的信息，提到我们的准备妥当是用信心来预备各样的事物，预备我们生命当中上帝时时刻刻的邀请。可是这个信心呢，预备以后，我们不是就停在那里有信心而已，而是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上一段经文，他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大雨了，果然就有；起了南风，你们就说要燥热，也就有。”然后56节他就说：“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象，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是什么时候呢？”耶稣在54节以后呢，他的语气就转进一个比较严厉的语气。如果你看54节之前的经文，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还在牧师的这个信息当中的时候，
主耶稣他不会这么严厉的突然指责哈，虽然他已经在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但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又开始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候，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是什么时代？天气跟假冒为善有什么关系？他用气候做比喻，却提醒我们不要成为假冒为善的。这之间的关联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啊，因为主在这里说，我们其实也都会看气象，对不对？如果天上有乌云，我们也知道要下雨了，而且我们还会看，如果今天这个云层，特别是在那个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如果你到海边看到很漂亮的晚霞的时候，在夏天我们可能就会说什么快接近了，台风哈。所以你看，我们光连不用看，我们听就大概可以猜气候会有什么变化。所以主在这里对那个时候的那一时代的人说，因为他们地理的位置关系，当他们起了南风，从比较燥热的旷野地区来的风的时候，他说你们就知道天气要变热了。你们知道一点点的迹象就可以晓得气候要变化，你们不需要太多的证据就可以知道事情要发生改变。只要看那一个云，你就知道要下雨，你就会很有信心的说，等一下出门要带雨伞。主在提醒这些人，你们只需要靠一点点的迹象，你们就可以这么有自信、有信心的说出一个结果。可是对于主耶稣在那个时代，对于那一群人来说，他说：你们看了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们听见了那么多关于我的故事，知道我是那个可以使病得医治、使瞎眼得看见、使瘸腿行走的。可是我们晓得，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是接受耶稣还不接受耶稣。除了那些得医治的、有需要的之外，绝大部分的人他们并没有接受耶稣，也不相信耶稣。主说：你们不断的要向我求一个神迹，你们还要看什么呢？还不够多迹象吗？特别是对那个时代的宗教权威人士，他们每一天虽然都在研究关于弥赛亚的事情，但是当这位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们是最该做出正确的判断，知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他们有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读圣经，我们都很清楚，那个时候的宗教权威人士对圣经，甚至对整个弥赛亚，对他们所等候的那个救主那样的一个传统的系统里面，最能够做出判断的人，他们并没有认出这位主来。所以主说：你们真是假冒为善，你们看天气一点点迹象就很有信心说一定会怎样，但你们看我行了这么多，你们对我还存有许多的怀疑。这段经文的重点在这里。我们会不会看了非常多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事，或者是我们已经听过很多的见证，我们有非常多的感恩见证、参会的见证，然后很多小组还有弟兄姐妹受洗的见证，我们听了非常多的故事，然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相信这位主，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可能会啊，我们也愿意，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愿意信的更多吗？只是相信他，然后使他成为我生命的主而已吗？只是受洗的那一个瞬间吗？还是后面我继续在他的话语所提出来的那个上帝国度的邀请当中，我仍然是继续相信他的？所以主在这里对这一群人说：你们却分辨不出来这是什么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如果你跟着经课表，你就会知道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进入审判的时候。他说时候即将到了，其实耶稣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时候将到，不要再蹉跎，不要再单言，时候将近，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上帝国度近了。其实他来的信息就是这么简单而已。但是我们对于这句话，是只有在受洗的时候有感觉，还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感觉？主接下来用这个比喻，与冤家和解的比喻，不只是叫我们要赶快去做和解，而是提到说，当你跟一个人有了这个两造之间有了申冤的事，有了需要中介这个协调的事情，我们大部分就会知道，我们必须要上到法院去，对不对？需要找一个公正的第三者来帮我们判断。但是他说，如果在去之前，你还没搞清楚，你可能是有错的那一方，那你去的时候就怎样？你就完蛋了，因为去到那边，就是按照事实判断，就没有再和解跟改变的机会了。所以当主提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在提醒我们，日子就是这么近，时候就快到了。在你还有机会做改变的时候，在你听见说上帝国近了，当悔改信福音的时候，当你听见，当你右手有的，左手要给出去，你有2件的，要给1件出去。当你听见必须跟你的邻舍、跟你的仇敌和好的时候，不是只有相信，还必须怎样？悔改，然后行动。因为如果你还没有办法赶快做出改变的话，当有一天我们被拉到那个审判台前，被拉到这个法官面前的时候，一切就都来不及了。主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你们会看着环境的改变，借着你经验的判断，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但你们相信我这件事情有没有信得彻底呢？还是你只信了其中一部分呢？这是我们整个今天信息的重点哈，就是只有这个而已。主耶稣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断对我们发出上帝国度的邀请。整本圣经特别在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借着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挑战我们过去就有的思维跟习惯。可是当我们听见看见的时候，我们是只听见只看见呢，还是我们会愿意做出行动去改变？我们是只停留在我知道我相信，还是我立即就让这句话在我生命里产生一个动力，使我去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那特别在整个上帝国度邀请当中，我们最需要学习的课题只有一个，除了信主这件事情之外，就是借着信主之后，我们跟上帝关系的恢复，我们也学习在各种不同关系当中需要去和解，不管是对我们自己、对周围的人，或者是在环境当中跟环境的关系，我们都需要成为一个和解的人，因为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形象就是如此。可是当我们提到关系的和解的时候，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在世营教会服侍这么多年，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协调很多的关系啊，不论是同工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甚至这个青年男女哈，他们在这个情感议题上各种关系的问题，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关系当中是受伤的哈，很容易受伤，然后呢，要恢复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可能可以把人叫过来谈一谈啊，事情知道了脉络、前因后果，然后呢就停在这里，然后他不一定，有些人就选择离开了哈，因为没有办法再看到另外一个人坐在这边，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呢还可以继续坐在这边，可是从此以后怎么样？
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人一样。其实不止在我们的群体啊，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里，可能我的家人，我跟朋友，或者是我跟谁的关系当中，会不会有那样的人？其实是有的呢。会不会我们一起坐在这里，但是做礼拜的时候，我只能坐第一堂，因为他会坐第二堂，还是我只能坐副堂，因为他会坐在这个礼拜堂的正中央？可能不会是我们教会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有可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关系里。但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清楚主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会是什么呢？假装没看到。会是什么呢？面对关系的课题，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对我们的教导会是什么？只有2个字：尽力的去和解。哇，太不容易了吧！哦，是我这个受伤哎，是我被伤害哎，我的公义谁来负责？我们常常在很多的协谈当中，一直要面对这件事情，面对这个呼声啊。又不是你受伤那么容易和解吗？这样哈，你知不知道我很苦哈？因为我上一次在祈祷会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这件事哦，因为有的时候听太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要认罪哈，太多事工时间非常有限的时候，你在协谈有时候会怎样啊？一样的故事，然后我直接告诉你后面怎么处理，对不对哈？所以他们就会跟我说哦，李姐真的你很没有同理心哎，他们会直接跟我说你很没有同理心，这是青年的部分啊。那怎么办？我当然同理啊，我们在大部分的聆听、倾听当中可以同理，可是同理完以后呢，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位生命的主对我们发出的邀请。我们有可能在教会里处在很重要的服事，可是我们生命当中就有那么一个事情，绝大部分不会是因为我的财务，或者是可能会有，但都不是这种事物的，绝大部分会是在一个关系当中，我特别需要再次经历这位上帝、这位主在这件事上的掌权，然后我必须学习，我要选择相信主更多。但并不容易啊，要突破、改变在关系当中的障碍非常困难，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带着伤害，带着过往受伤的经验，我们很害怕在踏出去那一步会使我们更受伤，会使我们更破碎，所以很多的恐惧，害怕再受伤的恐惧，使我们变得更冷漠，更不愿意改变，以至于在那样的事情里，我们很困难决定主，我要相信你。约翰一书4章18节说：“爱里没有惧怕，完满的爱把惧怕驱逐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尚未得到完满。”我们改变的动力，不是因为我们有一天像前面所说的，不是因为主在这里说你们还不赶快和好吗？等到我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不只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这位主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他自己所成就的，他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就是一个最真实的榜样。我们之所以能够选择相信他，那个使我们改变的动力，不是因为我们害怕面对最后的审判而已，不是因为上帝是一个那么刑罚的上帝，所以我们要赶快改变，我们要选择相信，不然你有一天你就知道了啊。这比较是我在带那个短宣团营会的时候，常常威胁我们的青年哦，你们赶快做好，不然等下 V 姐来你就知道了哈。所以他们就会赶快把事情做完。
不是这样啊。我们能够得着改变的动力，是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上帝爱我们，是用他自己爱子的生命来彰显对我们的爱。在那个爱中，我们知道，我们若愿意更多的相信，更多的交出主权，更多的在关系当中学习破碎，学习降服，学习更多让主在这个关系作王，我们并不会受到亏损。因为为了关系的恢复，这位上帝自己舍了他的命。我们是因为有这样的爱，在后头继续推动我们，也在前头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改变的动力，有改变的能力。所以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更相信主的人？在读这2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同工说，到底这个跟不要错过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应该已经知道这个不要错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着我们在各样关系当中，我们需要彼此的认罪，彼此的恢复，彼此的和解。我们需要更多彼此的代祷，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那个审判主的台前。到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是他欠我比较多，就搞了半天是什么？我欠他更多，我只多欠他1块钱。那1块钱你没有还完，基本上也不用还了，因为当我们已经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就没有和解了，只有判决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这里提醒当时候的人，你们需要做出改变，不是只是相信，而是要相信以后做出行动，并且是速速的做出行动，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日子到何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日子就来临了。所以当那个邀请每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继续成为一个愿意回应而不再错过的人？这个邀请不只在关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主对我们发出一个你要更多进入上帝国度里，借着这个行动显现你相信我的这样的一个邀请，不会只有在关系当中，很多时候也在我们各样的服事，还有生活生命里各种学习的课题里。那我特别要提到短宣，因为我们整个暑假都在短宣的营会里。那在短宣当中呢，这2场就是我们在马远跟士林场都各有几位除了青年之外很成年的同工参加，他们都非常不容易哈，因为我们的士林教会的儿童营会呢，短宣都是属于高强度的，就是没有在睡觉的那种啊哈，就早上7点就给你晨祷，然后一路工作到晚上12点还在整理场地这样子哈。所以他们都很辛苦，前面预备很多，然后培训也很多，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是鼓励青年来参加，是因为也磨塑训练他们在这个年纪能够接受一些信仰的操练。但是有几位成人的同工，他们也一起参与在这个团队当中哈。然后我觉得听到了很多不容易的故事。我特别要提到有一个同工，我们在第1次短宣培训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传道，我可不可以退出？”这样，我就说怎么了？哈，他就说：“哦，原来小孩子这么多，我怕这样子哦，因为他可能对孩子没有那么熟悉。”哇！我说才第1次培训就马上有人说要退出了，我说那营会还要不要办这样子哈？那当然，后来我们继续鼓励他，可是每一次培训的时候呢，他都非常的挣扎哦。然后他就是也透过一些我们有短宣的这个代祷小组，他也在小组里面提到说啊，那可不可以还是我做别的工作这样哈？那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参加短宣啊？哈，他说因为上帝给他这个呼召，因为一个事情发生，然后他透过短宣的这个透过这个事情的结束，他听见神呼召他要来参与今年的短宣的服事。那他其实非常的犹豫，非常的挣扎。
那我心里面其实一直对这个同工呢，心中就是一个开放的态度哈。所以开放的态度就是，如果真的他非常的勉强，我们尽量的鼓励，但是到最后，如果他真的非常困难，我们也是就是接受这个事实嘛哈。那所以他中间不断的几次说，我可不可以去换别的服事？士林教会还有没有别的服事，不要短宣这样子哈。因为每一次越训练，越觉得他有点可能撑不下去。但我们一直到今天短宣因故必须延期为止呢，他都没有缺席，持续在我们当中。只要每一次培训结束，我们的总召或是他们团队的同工就会打电话来说：“李姐，那个谁说他可不可以暂停这样子哦？”那我通常只要提出这个比较跟我熟悉的同工都晓得，通常没有暂停的啦哈，就我都会说你自己问上帝这样子哈，不然就是会说继续鼓励这样哈。那也真的他就每一次其实就参与在我们里面，可是你看得出来他每一次的参与非常的不容易，但却完全没有退缩，一直到我们昨天暂停今天必须暂停为止，他都持续参与在里面。这样的尾声也是一个呼召，是一个他决定要相信自己更多，还是相信耶稣更多。就他的肉体，就他的习惯，非常的不适应，也不容易。每一次来就是在想，我可不可以暂停？但是每一次他都最后回应那位呼召他的主，决定继续下去。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去马远场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去马远服事的那一个礼拜，全台湾最热的地点就在马远吗？你们有听说吗？41度啊！我们服事的场地没有冷气，所以我们的孩子，因为我自己开车下去马远，他们先抵达哈，我大概晚他们就是半天的时间。我开车到的时候，我一进去马远教会，因为我开车都吹冷气嘛，我一进去里面，哇，我好像看到那个刚刚打仗回来的人，你知道吗？全部脸都是红的，然后每个人衣服都已经，他们从台北离开的时候都还穿着人模人样，才过半天，那衣服都卷到最高，然后毛巾啊什么拖鞋都在脚上哦，太热了。然后我一到立刻就开始，萍姐，我们可不可以换场地这样子哦？我说换到哪里啊？全部落最大的场地就在这边，要换到哪里？第一天晚上继续哦，我们因为到就要很多让这个细部流程，继续可不可以换哦？一直每天，我真的是我也很不忍心，可是我也实在找不到别的办法哈。马远教会已经很努力的配合我们，在每一个房间，本来我们还可以，就他们很多那个通铺啊，为了我们士林教会要来，有3间装了冷气哈，所以所有的人要挤那3间通铺，终于装冷气，不然我说还好，忍耐，晚上回家，晚上回宿舍睡觉有冷气这样子哦，都是台北的孩子，你知道吗？他们在士林教会的时候没有冷气就不会去那间教室的。在那里没地方逃，我们连游览车都没有，因为马远是游览车进不去的，他只能火车，然后用交通车接送，逃都逃不了，你知道吗？所以接受这个现况很不容易。但是第一天晚上以后，你就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开始服侍孩子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他们的犹豫，他们还是尽全力。你知道，我特别有一个青年呢，他不是基督徒，他就是这次朋友邀请他来参加，我们也开放他参加，希望借由这个服事，让他认识这个信仰。他这个高中高3毕业的青年，他的体型是整个福音队里面除了我之外最大的。然后在那么热的天气，他被赋予的任务是顾一个不到2岁的小孩，你知道吗？那小朋友特别会跑步。你就看到这个年轻人从营会的开始一直跑到营会结束，因为那小孩就是停不下来，他只要睡饱就开始跑，然后呢，他只要吃饱就开始跑。我们就跟他说：“哇，你来这里真的是来对了哦，让你
瘦了好几公斤啊。不止如此，他还第一次帮小孩子换尿布。我问他，我那时候心里很担忧哦，因为他是第一次接触教会，第一次参加教会服事，我很怕他从此觉得基督徒都神经病这样。但我跟你说，昨天我们士林场他并没有参加，但是他自愿就跑来。昨天我们士林场因为一些状况，我们同工人数非常不足，然后呢，他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然后身上是当然穿便服，然后我就说：“嘿，你怎么来了？”他就把他的便服掀开来，第二件是制服，短宣队制服。我完全没有第二句话哦，因为很忙啊，马上需要人力，我就说衣服脱了上工哦，他就立刻自己跑去营本部写自己的名牌。在那个当下，我实在非常感动。他还不认识这个主啊，但是是什么东西在他的心里，能够让他愿意来这里受苦，顾别人的孩子？偏偏他一来，刚好就有一个孩子特别需要陪伴，又开始在跑了。那个年纪大一点，可是也一样在跑，在找食物。我就说：“来，继续跑，继续追哈。”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晚祷的时候，特别做一个呼召跟邀请。如果你还不认识主的，盼望你有机会认识这位耶稣，是因为这位主让我们聚集在这里。这是我们今年短宣很特别的几个故事。等一下我们会回顾一些影片，一方面让大家看到我们这次2次短宣的行程，也为这些同工鼓励跟祷告，因为他们真的是预备非常辛苦。最后我还会再给大家看第3个影片，是我们在纽西兰的2个青年，他们在那里做的事工都跟年轻人有关。他们在上个礼拜透过连线，也勉励我们在台湾的青年，都是我们教会青年，都是我们的孩子，但他们在那里的服事非常的美好。然后很多人提到族群，提到认同，提到现在台湾的局面，而他们在那边也服事一些华人，特别是中国来的人。然后呢，提到这样的一个关系，怎么继续服事？在上帝国度里还可以继续吗？我们都受他压迫。他们给了非常美好的回答，好吗？所以我们依序这个时候，我们先从士林场的好不好？士林场的影片先来放。将近80位的孩童昨天全部到齐，所以不容易。但是我们士林场的同工人数呢，是相对比较少的。这些同工是每一天都在预备他们要服事的内容，然后这些小朋友的名字他们都带回家，熟悉，然后为他们祷告。很有可能这些就是他们唯一一次碰到的机会，但是今年特别参加的年轻人几乎都是第一次参加短宣的，所以我跟牧师说，我今年带的特别辛苦都是娃娃兵，但是他们都非常认真的完成，至少到昨天为止的任务很认真的完成，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士林场的同工，我们给士林场的同工一个掌声，谢谢他们。好，我们同时继续放好吗？麻园场的影片继续放。麻园是布农族部落，大概参加来自周边部落一起，大概将近45位的小朋友。就是这个场地41度，没有冷气。你有看到吗？这个孩子每到一个地方就用乱东西，他就在后面收拾，他就这样追了3天呢。我们在这次的营会里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10年前在金门短宣的一个小朋友
10年前他就是参加短宣的小朋友，今年跟着我们一起去麻园短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信仰传承。你知道这个场地戴口罩有多辛苦吗？他们也不能拿掉口罩，因为麻园地区呢，在前几个月是疫情高峰期啊，所以我们都规定不能拿掉口罩。麻园场的小朋友呢，绝大部分都是幼儿班跟学龄前，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童工都必须一个人顾一个小孩，所以他的那个人力比也是非常需要高的人力比。太累了。你有没有看到他还抱着那个小朋友跑关哦？因为小朋友累了，所以辅导只好抱着他跑。好，这是麻园的部分哈。我们也是非常感谢这次麻园有家庭主一起来服侍，父母亲带着孩子，然后我们当中有几位新移民哈，从香港的新移民的同工，他们也一起参与，所以我们也再次拍手，谢谢他们这次的服侍。最后一个影片，那个明刚子祥的好吗？这2个青年已经子祥当然是在纽西兰的青年哈。生命就是在宣扬你的信仰，对，无论你做什么事，对。那你要不要补充一下？我想一个好就是我以前在纽西兰去过一个华人教会的牧师，他就很常讲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使命，所以我觉得像你刚刚讲，其实就是把那句话就是我觉得解释得非常好，就是我觉得身为基督徒，我们就是有使命，需要去把耶稣的样式活出来，然后把耶稣爱活出来。然后对我们全部都不完美，我们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不过也就是透过我们的不完美，耶稣的爱才彰显得更完美，对吧？再透过我们的软弱，透过我们生命的挫折，或是透过生命的喜乐啊，不同的 highs and lows， 看到耶稣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生命，然后把这一份爱传给身边的朋友，对啊。那其实我想我刚刚也有分享过，就大致上分享到说为什么会做，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因为他们后面就已经是在讲他们为什么继续在纽西兰做青年的事工。这2个青年都是我们明刚你们应该常常看到哈，他现在也正在读书，所以我们也特别为他在纽西兰的这个学习带祷，然后他们都提到，在那样的一个场所，在那样的一个场域里面服侍，特别是服侍不同族群的人，神带给他们生命的扩张是什么？所以我们也继续为除了暑假期间的活动，还有我们在海外的青年呢，继续放在祷告里，深愿他们在年轻所做出来的选择，都能够继续造就更多的生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为你自己话语对我们发出的邀请献上感谢。在各样生命的课题当中，
很多时候，主我们特别要面对那些我们需要改变的事情，特别在我们生命里，很多我们自己想要保密起来、不想被改变的那个部分，主你却常常邀请我们去面对那些事情，然后做出改变。你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来显出对你的信心，对你主权的彰显。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当那样的不容易不断的使我们挣扎的时候，上主，求你让我们更多仰望那位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一切、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继续仰望你，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力量，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以及你对我们生命的邀请。我们再次为你的话语所带出来的祝福献上感恩，求主赐福在我们今日的礼拜中，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随时的避难所。让我们这时候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用诗歌来回应主。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弟兄姐妹请坐。他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后请传道祝祷。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
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帮助。主，是的，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就得着力量。在每一个你对我们生命的邀请里，我们愿意对你说：是的，主，我们愿意来用信心更多的顺服你。我们在这把我们手中所有的再次献上，求上主赐福，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借着与主你的连结，我们每一日都得着平安喜乐。愿上主你的恩惠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礼拜带电乐之后结束，请默祷，带电乐结束后再彼此请安，祝福大家平安。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圣洁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世荣，Jack 来下来，我们做结束的那个，哎。